1分鐘帶你睇租盤，又有好嘢介紹啦！今日嚟到新鴻基嘅晉台，呢個476尺嘅開放式廚房單位嚟講，廚房空間感十足，新鴻基原裝，仲要有可變形飯台。另過少少見到客廳位置有堂梯喎，因為啱啱上到嚟仲見到業主喺度幫租客全屋翻新，油油洗冷氣都真係幾細心嘅。單位景觀呢，其實都十分開揚，坐向主要向東北，望晒11二期全新樓會所、日出公園同埋遠處嘅山景，非常之開揚嘅一個景觀。咁值得留意嘅係，晉海呢隻間隔，客廳同埋走廊會用高溫瓷磚，而客房嘅位置先係用翻木地板嘅。咁呢隻間隔呢，客房都會比較深，去到一個2.3米嘅深度㗎。而浴室方面，呢隻間隔原裝就係企缸，咁就唔驚樓上樓下改企缸漏水啦。最後就係主人房嘅部分啦，見到啦都非常之深，美中不足係有個工作平台，但係無論廳定係2間房都係望向呢個咁開揚嘅內園景觀㗎。如果有興趣睇呢個租盤，快啲揾我啦！